比利时甲希腊发动大罢工，是安怎？比利时反对政府提减退休金甲社会福利的经费，有几那万人行上街头抗议。希腊这边是抗议政府劳动改革，反对民营企业大日上班爱做13点钟。 布鲁塞尔街路第14至少8万人响应三大工会反政府诉案政策改革，行上街路，示威群众甲镇暴警察爆发冲突。比利时是欧盟17国内底这部比例上悬的国家之一，为弥补财政红字，政府计划减少差不多100亿欧元的支出，同时引起北约要求增加国防经费压力。总理德韦佛提出诉案政策，内容包含减少退休金、失业救济甲医疗照护等社会支出。 罢工也予市中心交通袂停袂动，布鲁塞尔机场真侪航班被取消，抗议现场因看到真侪绿旗的标志，向庭民众抗议政府计划伫2003抗议进前，将退休年岁延到67岁。La pension à 67 ans, c'est très compliqué pour les gens qui ont un métier physique. Et voilà, le bonus pension, le malus pension est très négatif pour nous aussi. 南海的希腊包含民间企业甲公务员的两大工会，也伫14发起全国罢工示威，来抗议保守派政府推动劳动改革方案。其中上互民众反对的是法案允准民营企业将每天工时为即卖8点钟延长到13点钟。几啊千个包含老师、医师甲记者等群众组织伫雅典市中心，一路游行到国会大楼，抗议议员审议改革方案。 这场罢工示威也予地方政府部門、渡輪甲火車交通袂停袂動。 Θέλουν να δουλεύουμε από ήλιος ήλιο, ευελιξία στα 13 ώρα στις υπερορίες, απλήρωτες υπερορίες, με λιγότερες ασφαλιστικές εισφορές, που σημαίνει μεγάλη έλλειψη από τα έσοδα των ασφαλιστικών ταμείων.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2摆示威行动。虽然劳动部表示，13点钟工时是属于自愿性质，一年上济应实施37天。新法案打造国口有春秋的劳动市场，运动员工应选择1礼拜工作4天，也保障员工9加班的权利。不过，工会批评法案损害劳权，下就劳工的谈判能力，并且在野党也呼吁政府撤回这个法案。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。